迎嚟到廸一廸，你帶好耳仔未？搞好大細聲未？follow咗我哋未？準備好，我哋就進入節目現場，Go Go Go！有啲人咧就話：我冇你咁自信，自信點樣建立翻嚟嘅？你答下呢啲問題啊，廸廸，自信點樣建立翻嚟嘅？我自己嘅自信係源於我知道自己有啲咩不足去改善，理解到自己嘅進步程度，我就會覺得自己好叻咯。喂，係咪即係琴日咯？記唔記得琴日Sona我同你講過啲乜嘢？咩？哇！我覺得我哋呢期身邊實在太多好好嘅自我溝通例子。咁我係負責做後製噶嘛。咁我話：喂，我喺度做後製嘅時候，我發現，我真係幾識做主持。自我感覺良好緊啦。因為我喺度睇緊唔同啲頻道啦，有啲係本身係受訪嘉賓嚟嘅。咁佢做受訪嘉賓嗰陣時咧，佢講嘅説話好吸引人嘅。但係當佢去翻自己個平台做主持、做主講者嘅時候咧，成件事變得極度不吸引。所有內容變得好空泛，跟住我就再睇翻，原來唔係喎，逢親呢一個人去做嘉賓嘅時候，點解啲內容咁好睇、咁吸引？係因為個主持人帶得好咯。咁當然我唔係話引申我哋呢邊啦，但係我想話，原來一個主持人去帶動節目嘅流程係可以令到成件事變得升華。本身個主講嘉賓嘅內容係非常之好，但係佢點樣帶出個故事，佢點樣令到嗰個流程出現呢？原來係有少少有其他人輔助先可以做得到。識問問題嘅。跟住我同我說：喂，我真係覺得自己好叻你啊！個Sona話都係讚你去，你真係需要俾人稱讚。我係我需要俾人稱讚，快啲讚我咁樣。係啊，即係如果冇人讚嘅，我就自己讚我自己。你嘅自信點嚟咧？係你做過啲乜嘢？即係好似我每一個，無論我工作又好，對住我爸爸媽媽，對住我每一段感情關係，我有冇做到我自己我認為覺得做得好嘅事？係做咗啦，做咗嘅話我已經做晒咯。跟住之後，如果再釐清翻，有啲人係佢自己嘅生命課題，唔係我噶嘛，一路咁樣搭落去累積落去，你嘅自信其實係咁嚟。我已經做夠咗，問心無愧，你嘅自信就會嚟噶啦。跟住之後下一去就係開唔開心咯。所以你問我自我溝通最緊要係咩？就真係唔關自信事，係開唔開心。我做咗唔開心係嘛？我有咩資格唔開心啊？咪住先，當我自我溝通完之後，我就會有自信咯。因為我知道自己嗰個能力位置去到邊，得唔到係究竟係我奢望緊啊，定係話其實我自己嗰個方法唔啱先得唔到嗰樣嘢咯。咁原來唔係喎，其實原來我有能力喎咁樣咯。溝通只不過會令自己更加清晰。如果你講到有自信嘅咧，係頭先我第一句問你嘅說話，你盡咗力未？未。我未。係啊，即係你嗰個自信，你做過啲乜嘢而得到一個咁嘅結果？無論所有嘅關係同自己嘅路向都係。自我溝通咧，就係 for 我哋去理解自己。譬如自我溝通係 step 4嘅時候咧，step 嘅4.5咧就係盡力未咯。係啊，呢個就係我哋嗰個自信嘅地方啦，自信或者信心。係啊，同埋好多人冇自信咧，留意到一樣嘢嘅，好多時都冇做過啲乜嘢。嗰陣咧，我拍片咧，我好驚個鏡頭嘅，都會覺得哎呀，我點解錄來錄去錄唔好？你嗰樣嘢唔習慣，你冇做過，你就唔會對嗰樣嘢有自信，好正常。係啊。喂，大佬，我錄咗300幾集啦，已經。咪係咯，幾好啊！有咩問題？冇問題啊 ，OK 啊，幾好啊。所以就係你好實質地為自己做過啲乜嘢。如果唔係自己啦，唔係同自己溝通啦，你同人哋溝通嘅時候，對住對方嘅時候，自己做過啲乜嘢？當成件事撈埋一齊嘅時候，你就會知道乜嘢就係真真正正嘅溝通咯。溝通可以幫助你清晰咗啲嘢。累積落嚟嘅嘢會令到你自己有自信，問心無愧，你個人就會慢慢活得開心。哇！我頭先講搭車嗰個自我反省檢視，最尾呢一刻呢，就係盡咗力未啊嘛？盡咗力未之後，我就答咗自己，我未盡力啊！突然之間成個人放鬆晒，係啊！之後呢，就會出咗另一個就係話抬起頭行翻出嚟嗰個嘅感受咯。係啊。豁然開朗啊！係啊，成個人即刻抬翻起頭啊！我又好快咁樣幫我哋今日嘅節目做個總結先，因為咧係我哋呢個節目原來我發揾咗好多段時間，但係我掛住講嘢啊！咁我自己好中意point form，我好中意落1、2、3，咁我覺得好似好清晰地去就會知道究竟點樣可以好好地同自己溝通嘅方法。嗱，我嘗試做一個小總結睇下 Sona 之後做個補充啦。係嗱，第一，不論任何大小事，
都係冇分輕重嘅，因為對於當刻嘅我、當刻嘅你，嗰件事係大就係大噶啦，嗰件事係重就係重，唔好理任何其他人話你什麼什麼嗰件事咧，未卜即到唔使理其他人，因為我哋嘅感受就係講緊我哋自己嘅內心感受。我哋今日講緊同自己溝通咧，第一樣嘢我哋會有個心情嘅低潮期啦，咁我哋要將佢沉澱一下，俾個沉澱期自己。沉澱期咧係冇分長短，你可以好似我咁搭一程車個零兩個鐘，由耷低晒個頭，即係想喊嗰啲咧哭喪狗咁樣咧，到最尾2個鐘頭後，我抬起個頭翻出嚟，我係2個鐘頭內嘅啫。我呢個雖則我唔淨係沉澱期啊，我係做晒以下嘢都係2個鐘，但係我講緊嗰啲真係對於我嚟講當刻好大嘅事，但係對於聽緊嘅你咧，可能係1個月、2個月，甚至可能用年去計嘅。每一個人嗰個狀況唔同，因為我哋面對緊嘅嘢係有唔同。有啲人係生離死別嘅，但係生離死別對於有啲人嚟講，真係我行出醫院就識得笑噶啦。但係有啲人唔係咁啊，可能2年後仲喊緊噶嘛。呢個沉澱期係冇分大細，但係我哋要留意一樣嘢就係適當地抒發咗我哋自己嘅情緒，揾啲嘢去分散一下我哋嘅注意力，唔好沉溺。係啦，Sona講嘅字，我哋唔好沉溺。因為同一時間咧，我哋要做同一樣嘢就係，我哋要俾多少少積極對話自己。雖則我哋知道自己唔開心，但係我哋都要積極去面對我哋嘅人生啊嘛，係咪先？咁點樣可以去積極對話？有啲嘢可以做得到嘅，例如就係話我哋要去揾一揾，究竟我哋嘅情緒唔開心嘅情緒係源於啲乜嘢啊？Sona嗰個問題好好啊，究竟你想唔想令到自己開心呢？好，如果你答你係想嘅話咧，咁你就諗下有啲乜嘢會令到你可以開心啊？譬如 Sona 話我有錢就得噶啦，好，跟住你就可以諗啦，你點樣可以有錢啊？如果你有個好好嘅母親即時撳1萬蚊俾你咧，咁你咪即刻會變得好開心咯，係咪？好似嗱，我哋而家咁講都即刻變得好開心啦，成件事。一話咦唔係喎，我要量化嗰樣嘢，因為我係長遠嘅，唔係一封利是就可以解決到我燃眉之急 OK 啦。但係如果你係講緊揾工啦，或者係啲感情事啦。人生大課題咧，可能我哋要將嗰個目標量化咗去。你要一個優質嘅生活，乜嘢叫做優質啊？我哋可唔可以將佢變成一個數字啊？嗰個數字係我嚟做啲乜嘢？我哋慢慢將成件事量化咗去，咁先至可以知道點樣去一步一步咁行上去。咁呢個同一時間咧，就會知道自己個能力同埋個程度同我哋嘅目標距離有幾遠。OK， 呢個好啦，好重要啊！跟住好啦，頭先講緊就係將個目標成為一個我哋可以成長同進步空間，去設立我哋唔同嘅計劃去改善。同一時間呢，頭先 Sona 講有句叫做各自修行。今日講緊嘅係自我溝通，唔係講緊我哋同身邊其他人，唔好俾其他人任何。我會話佢哋有陣時有啲旁邊學啊，好中意喺無啦啦加2句說話嗰啲人呢，我哋要小心將佢哋分開，唔好擺得太上心。如果唔係，你就會影響咗一啲對於我哋自己本身好嘅決定。跟住喺自我溝通裏邊咧，清晰翻究竟我哋嘅定位同埋走向，究竟邊一個方面係可以達到我哋嘅目標。因為有樣嘢叫做信心同自信，究竟信心自信我哋有冇呢？就係好直接影響到我哋之後係咪真係想得到嗰樣嘢嘅推動力啦。而到最後呢，要是成堆嘢做得晒之後呢，你會發覺自己喺度諗嗰陣時，可能一路耷頭，但係你諗完晒成件事，你能夠去到豁然開朗嘅狀況呢，你就可以抬翻起你個頭啦。好，就係咁啦，Sona，麻煩補充一下。迪迪咧講咗一個方法嚟嘅，咩叫做自我溝通？你係要所有嘢翻返去自己度，唔好俾外界嘅聲音過分影響到你成個嘅保護網線。跟住之後同自己做一個對話，沉澱嘅時間係需要嘅，因為我哋要時間去過渡好多嘢，時間可以幫助到你過渡你所有嘅悲痛。即係當然時間長短就視乎情況而定啦，同埋每一個人嘅嗰個心目中嘅重量真係唔同。呢個係真係自己衡量，衡量嘅方式係你清唔清楚你自己，同埋了唔了解你自己想點。真係過渡到啦，積極嘅自我對話啦，讚自己啦。我喺呢一方面呢件事上邊學到啲乜嘢？無論你喺比賽又好，迪迪嘅比賽又好，我知唔知道自己我想要乜？你揾工都好，一個生離死別嘅關係都好，你嘅課題你學唔學到？我覺得呢樣嘢係對於你自己自我溝通，令到你生命同埋靈魂可唔可以再加疊多一層，更加精髓、更加精華一個好重要嘅部分，你先至可以成長，先可以進步，先會更加認同自己存在嘅感受。
咁同埋溝通，聽翻自己講嘅嘢啦，又或者你中意寫日記嘅，睇翻你自己寫嘅嘢啦。因為你聽翻你先會知道你自己當下嘅感受會係點，會作一個更加認清楚自己嘅比較咯。咁啊，最緊要噶啦，呢個世界都係各自修行，其他人講嘅乜嘢，你可以做到，知道自己想點，清晰嘅話，你嘅自我溝通嘅成個模式就會出嚟，所有嘢就會令到件事可以快啲解決咯。呢個係我哋點解要需要自我溝通一個好大嘅原因同埋核心咯。同埋我哋要記得要有勇氣去行啊。係啊。有樣真係漏咗啊！乜嘢？自己俾自己一個稱呼咯，我會覺得咩稱呼？呢個呢係好一個心理或者一個叫做幫自己顯化嘅方法。我以前叫我媽媽做媽咪啊嘛，我近代我開始叫佢做母親大人，我將佢放咗喺一個神聖不可侵犯嘅地方。跟住呢，雖然呢一個話題應該放落去下一集講父母啦吓。自己對自己稱呼咧，究竟你會點樣叫字啊 Sona？ 你稱呼你自己，我冇點樣叫自己嘅喎。有冇嘗試諗下，你會點樣叫字？有啲人就係話你冇理由用第三親去稱呼自己，係啲人話呢一個係一個好幼稚嘅方法啦。近期興翻嗰 Vivian 好肚餓，Vivian 話自己 Vivian 好肚餓嗰個 meme 啦，發現咧原來我哋幫自己俾一個稱呼自己咧，我哋可以用一個關心自己嘅方法。迪迪，哎呀，迪迪你真係好叻嘅隻咁樣。我哋唔好淨係講自己，唔好淨係話望住塊，哎呀，你真係好叻。個理字太空泛，我哋試下真係稱呼下自己。或者 Sona 會望住女王啊，你真係好靚啊。唔係我好無我噶啦，我冇自己啦已經。點解好虛無啊？你話要需要有個名咧，即係俾自己安落去嘅話咧，係 sweet 啲咁樣對自己，即係呢個係一個好開始嘅時候嚟嘅。即係除咗你叫佢 BB 啦，又或者你想親昵，係啦，除咗親昵係一個地位嘅顯現啊！你可以望住塊女王，你真係好靚啊嘛！即係你覺得自己女王咗啊！我唔需要覺得自己女王咗。你可唔可以和議下我？聽眾唔係咁諗啊！呢位係女王。OK，係啊！我即刻覺得自己女王咗。我真係一個靚女。因為講緊係迷失啊嘛，有聽緊嘅你，應該可能有啲迷失、唔開心嘅時候，我哋試下唔同嘅時候，俾唔同嘅名稱自己。可能我真係好唔開心，譬如我上次我就係話我輸咗，我都話我呢個小學生，我真係要努力啦咁樣。如果我突然之間覺得自己係小學生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原來我一個小學生就咁，我對住個大學生咁，我係真係力有不逮，我要幫自己去一個大學生程度，即係幫自己擺一個唔同嘅自我被接受啊，自我被接受，又或者你可以咧係你呢個魔鬼真係過分，即係呢個魔鬼係佢真係唔關我事啊嘛。呢一個係少少心理影響，可以做一個訓練啊。當大家就覺得真係好難嘅時候，起個名唔難啦啩？我諗到啦，即係如果我覺得我自己需要學習嘅時候咧，係啊，唔係嗰啲女王係我公司即係啲人叫我噶，我諗到啦。我如果覺得我自己需要學習嘅時候，我會叫我自己做劉同學啊。係啊，我都有咁樣稱呼自己噶。呢位同學仔你好啊！我以前翻學填或者我溫緊書嘅時候，一坐就呢位同學，我哋要努力讀書啦。係啊，因為我自己因為做咗導師幾多年啦，10年啦，差唔多。我唔想自己會忘記咗，我有時都我係一個不斷學習嘅人，所以我會安自己有個名叫劉同學啊。同阿 Sona 講，我可唔可以叫你做珍珍？我覺得珍珍呢個名親密咗啊，令到佢個人 soft 咗啊。因為 Sona 係一個導師嘅名稱嘅時候咧，成件事好似有隔膜有距離。我可唔可以叫下你做珍珍啊？咁樣你中意啊都話幫自己起一個唔同名稱咧，喺唔同嘅時候，我哋可以安撫到自己，同一時間亦都可以提升翻自己嘅能力。譬如你見工之前，你會同你打工皇帝，你掂啊？嗱，咁樣你又唔同啲啦，係咪先？成件事又唔同咗，將自己嘅層次提升翻，俾翻一個名銜自己去面對唔同嘅情況，攞翻少少勇氣出嚟。嗱，今日咧就係我哋溝通系列嘅第一集，自我溝通。哇，2集啊，你可以剪到？應該有3集。咁嗱，記住啊，將我哋嘅節目內容啱聽唔啱聽都 forward 俾你身邊嘅朋友啊。我哋有 Spotify、Apple Podcast，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會有我哋嘅頻道聽到同睇到嘅。咁啊，請大家多多支持我哋嚟緊啊！下一集講父母，咁有興趣嘅朋友就聽我哋嘅下一集啦。大家係咁多，拜拜，辛苦晒身啦，拜拜，拜拜。咪遮住，
聽下一集之前，記得 CLS 我哋啊！仲有要將廸一廸 share 埋俾你嘅愛人、屋企人、朋友、同事、隔籬左右嘅鄰居啊！正所謂有好嘢要齊齊聽啊！大家喺下一集度見，拜。